白白退水过后，水利署河川区畅快前陈友兰海同高屏海流域，更加总共前呢3000万立方公尺的沙沙嘅，不过还是傍晚的土沙对啊提水路洪，为做到提防风期以前畅快以前，高屏海流域的沙沙差如果掉出春一日，引起乡亲嘅怪烟。陈友兰海嘅前河坝工厂，则因为将土沙抢时对啊提水路洪。使到民众对安全唔未该安心。越頭越台沙石車見到河壩河來嘻嘻在沙上，河川區同南投縣前有蘭溪水堤為頭坑溪，產出30萬立方米嘅沙石。不過，另外一條風沙溪係要當到嘅泥石盲淺劈。河川區同6年地發包請看嚟嘅前河壩，不過認真嚟接提送且無乜好戲。所以工廠人員跟那些搶時標到河壩船，啊，年前河壩工作同地方民眾少講，希望睇住熱來，驚怕會個發生意外。感覺上是無拉淺啦，cái水流cái發土冇拉啦，像嚟嘅18座行風橋多一個橋一參咧，佢都較平，還沒來睇水過來cái太殺固啦，就沙啦。侬要斷水啲面湯我哋就建築嘅田是很危險，堤防也很擔心啊咧。目前就在河社區跟扯蘭溪上游段的部分會優先去處理，因為那一部分居民比較憂慮，那一部分土石流比較嚴重的地方，所以我們會持續辦。日淺劈沙石嘅限於白白風仔過後，本泥石屯到東高嘅南埔河壩。近年來，河川區已經到高屏溪產出2300萬立方米嘅沙石。不過，按道沙石車出現熱，除了交通或車檢路未會延快，辦下還會發生交通意外，引發附近居民不滿。木潮茶，擺潮茶潮啊，佢過分啊！你講喺虧數啊，這條機啦，安用嚟照，要嚟全港嘅村民講給他，講安用給他，這都夠我講啦。尊重社區的人，不要一方面埋怨。反彈抗議了，那疏浚又行不通，可是不疏浚又涉及到我們的安全咯，所以是兩難的問題，我們要取得平衡。河壩河還要當到沙石嘅淺劈，今年嘅睇水期要活道理，為咗防止河壩高於北部河不坑產生危險，屏東縣政府日日同前河壩嘅工廠發包處理。未來沙石車不過及即傳熱，縣政府希望國民眾食近遠耐到，未賦予沙石車呢隻考量到睇自己安全。另外，開採沙石還帶來附加利益。TC 河川區講，白白風仔過後嘅前河壩工廠公庫增加選外意，南投縣政府未做3意外，表示出前河壩工廠唔單止係解決河壩設計嘅問題，未使本公庫要選熱，使本居民係要公部門做下有理。如果居民請關心嘅係自己安全同前河壩嘅前途，僅僅係希望講下次擺落太熱家下，唔是個先寒斷盡。客家新聞全溫連李鳳琪，屏東南投報道。